你係車主，你將你嘅車擺喺停車場裏面充電，你會唔會驚佢爆炸？如果你係物管經理，你會唔會擔心一個充電樁起火，影響晒全個停車場嘅充電樁同埋車？究竟乜嘢係充電樁呢個行業最高嘅安全標準？其實而家大部分市面上嘅營運商，全部都係用緊一種機械式嘅 Load Management System， 我哋俗稱 LMS。呢個 LMS 咧，最基本嘅功能就係你係可以喺個 APP 上面操作充電定係停止充電。但係問題係，對於安全上佢係咪足夠咧？佢有冇考慮到充電嘅時候充電樁嘅溫度係幾多？電流電壓係唔係均衡？呢啲嘅問題 LMS 嘅系統全部都答。最後嘅結果就係，第一係你個系統設計就太過保守，可能一個禮拜我哋嘅客戶淨可以充3日電，令到成個客戶嘅體驗非常之好；一係就風險管理失效，令到安全嘅事故時有發生。其實而家成個充電樁嘅行業已經進化迭代到一個全新嘅系統。呢個 HPM 嘅系統最主要做到2個我哋最希望實現嘅行業嘅標準。第一，充電安全由事後嘅補救變成事前嘅預防。第二，從人肉嘅檢查變成 AI 嘅自動檢測。充電嘅安全，我哋嘅行業嘅標準從來都唔應該係靠運氣，而係靠科技。舉個例子，傳統嘅系統咧，可能就要等到個窗口冒煙，佢先會有一個過載嘅反應，令到佢斷電。但係呢個 HPM 嘅系統咧，佢本身已經自帶咗一個充電樁嘅過熱嘅保護嘅功能。只要你嘅充電嘅頭超過10分鐘，係高過60度，佢就會自動將你嘅充電嘅功率減少30%，同埋啟動一個冷卻嘅。如果你嘅充電樁嘅嗰個頭嘅嗰個溫度超過60度，係已經超過20分鐘，成個系統就會自動斷電，保證你呢個充電樁唔會有着火或者其他嘅安全嘅隱患。所以有咗呢個 AI 嘅 HPM 系統，如果你係停車場嘅擁有人，你就唔再需要擔心凌晨充電冇人睇住，個系統24小時幫你睇。而如果你係物管經理，冇晒風險，充電嘅事故都唔會再有，保險嘅保費都會低啲啦。而如果你係普通嘅車主，更好，充電嘅速度更快、更智能、更安全，一定唔會遇到充電充唔到電，充電樁又壞呢一種咁尷尬嘅情況啊嘛。光電充一充，生活更輕鬆。如果你有啲咩充電嘅問題，歡迎喺下方留言或者聯繫我偉仔。